咱三个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万权的主，你恩典，你的掌管伫全世界。我迄阵我来感谢。原在阮伫这个生活的中间，有时阮真侪喜乐平安，总是有时难免会拄到想袂到的灾害。伫北山的路园发生尘爆，这个真严重的事件。为着安尼，阮的兄弟姊妹有将近500个受伤，阮实在是真艰苦心。当时有时阵，阮也只有着幸福面对这个灾祸，阮爱有勇气，爱有好胆来面对。阮真伫遮特别为着这受伤这个人来祈祷，主恳求你怜悯这个人，使到你权能的圣手帮助医治，通过或者医术人员好的照顾，阮期待主你会通互因真紧来完全来康复。啊，阮也爱为着这受伤的兄弟姊妹因的家属来祈祷。阮知因得到真大的打击，拢是主恳求你怜悯这个人，使到你权能的圣手安慰这个家族，互因有勇气面对这个事实，会通伫遐用出因的气力、伊的努力来帮助这因的亲人受伤的亲人，真紧来复原，会通真做真好的这个帮助。天父上帝，阮有时阵阮袂通完全了解你的旨意，当时当阮拄到代志时，阮只有幸福、顺服。但有当时阮也有勇气为着这样事伫遐面对，伫遐来处理这个事。天父上帝，阮直接迫切恳求你帮助，使到你权能伸手帮助受伤的人以及伊的家属，互因有勇气，互因有气力面对这个事，得到真大的保守，真紧的复原。阮安尼伫咧面前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